之前的精神风貌，他们矫健的身姿，大大风采，伴随着少年的国旗，正预示着我校的明天更加美好。Trung địch tới thế cơ.
迅速的全体裁判队长并没有一根正，直视从事的态度很坚定，打破了战斗的精神。统一尺度，凭空执法，全心全意为赛事不负不亡。我们期待着本次运动会我校体育成绩纪录能够再次突破。我们期待着在裁判员的公正执法中，运动员所有赛事圆满告捷。好，我们科技系的引导员同学动作快一点。那个施老师啊，那个控管系你放什么位置啊？它跟科技系的位置比较大呀。是这样的，控管理系往北边去，往信息系旁边去。好，我们科技系直接往南走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我们科技系的位置是对的。我们控管系找一下吧，来，控管系导员同学，没事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往前走。请你经过跑道，回到信息系这边位置来。公共管理系的引导员同学，继续往前走。公共管理系的引导员同学，继续往前走。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，经过跑道，请你右转，经过跑道，往信息系这个位置走。对的，可以了。对，我们后面的自我跟上。太我就太狗你们呢。好，我们欢迎老师，欢迎同学队伍啊。再往南去就是好像这个朝着大概朝着10个纵队，朝着10个纵队，现在是5个纵队对吧？朝着10个。天都照也是发到了哦。对，朝着10个纵队。好，我们关键性的引导员同学站在10个纵队的中间。来，我们老师引导员先指导一下。好，剩一个人，请这两位不要放到现在的位置，你不能藏起来。啊，现在就藏起来。来，你们把位置找一找。好，都有了啊。那么我们场上施老师听我的安排，请我们经贸系代表队和我们财经系代表队调换一下位置。来，调一下位置。财经系调到我们经贸系的位置，经贸系调到财经系的位置。这个错逻辑看到了。后来。财经系同学不要动，从这个跑道上过来就是了，从那插过来。来，回到看节奏来。来，踩进去，同学，向后转。好，经过我走。好，经过系不动。右转弯，左转弯，左的旗子，高中层，把旗子举起来，这要紧，往边上去一点。你这个传旗的往边上去，往南边去一点。传旗的同学往南，对。好，这个高中层，明天啊，我们就
然后还有小孩子，我们就走到那个国旗的这边来，好，北面。好的，洗手注意啊，洗手注意啊，洗手注意啊，请国旗的不要动，请我们校旗的向南边去，会旗的向北边去，来，你们形成三角形，来，你们形成三角形来，对的，我们施老师去指挥一下，施老师。好，国旗往后面退一步，我们后面两个旗也往后面退一步。然后更高更快更强，团结拼搏奋进的，同学往前面来一趟，往前面走，好的，好，停止，好，请我们经贸系的导队的同学继续向前走，来经过跑道，向左拐，左转。好，我们经贸系的团队同学，洗手就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的队伍转过去，往东甩，好，我们科技队伍往中间来一趟，往科技队伍这边来。你没有没有按一块关注，我是方正，就是方丈。好，请我们科技老师指导一下你的队形和你要摆出的造型，让空间站好，你好位置了。对，我们经过往这边来，对，是我们的领导员。中间可以有一定的距离。就经贸系不要太靠近，经贸系再往南来一点，再往我们那个站后那边去一点。好，我们科技系也往那边去一点，也往南去，也往南去。好，我们财经系往北去一点，财经系引导员同学往北去一点。来，每个人向北去3步。好，我们科技不要动了。